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。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。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：原来快乐一直都在。有一个小女孩，她的名字叫小英。她有一双大大的眼睛，总是好奇的东张西望。她喜欢吃冰淇淋，看卡通，去公园玩。可是她常常觉得不够。妈妈，为什么小美有新的芭比娃娃，我没有？爸爸，为什么小轩可以去迪士尼，我们不行？奶奶，为什么我的玩具这么少？每当看到别人有新东西，小英就会嘟着嘴，忘记自己其实已经拥有很多。有一天，妈妈叹了口气，拿出一本魔法笔记本，说：小英，这本笔记本很特别哦，只要你每天写下3件开心的事，它就会带你去一个神奇的地方哦。小英半信半疑，但还是决定试试看。那天晚上，小英翻开笔记本，写下：今天吃了草莓冰淇淋，超好吃。放学时，小丽送我一张漂亮的美乐蒂贴纸。晚上，爸爸讲了一个很好笑的故事。写完后，他突然觉得笔记本闪闪发光。咻！他竟然来到一座奇妙的森林。森林里有一只会说话的兔子，蹦蹦跳跳地说：欢迎来到感恩森林，这里的一切都是因为有人记得他们的好，才会存在哦。小英惊讶地发现，他写的草莓冰淇淋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冰淇淋山。小丽的美乐蒂贴纸变成了一只会动的美乐蒂。爸爸的故事变成了一本漂浮的故事书，里面的角色正在演戏呢。哇，原来我写的东西都会变成真的！小英兴奋极了。第二天，小英又跟着家人出去玩，她吃了披萨，看了电影，还玩了夹娃娃机。可是回家路上，她看到一个小男孩在玩遥控飞机，又开始抱怨：为什么他有遥控飞机，我都没有？晚上，他打开魔法笔记本，却发现，昨天的森林变得灰暗了。兔子先生焦急地说：糟糕，因为你今天只记得没有什么，却忘记拥有什么，森林快要消失了。小英慌了，那该怎么办？兔子说：快想想，今天有没有什么值得开心的事呢？小英努力回想，终于写下：中午的披萨超级好吃。
林里的小狗好可爱哦，我和妈妈都笑了。夹娃娃机夹到了一只小熊，我超开心的。写完后，森林又慢慢恢复了色彩。自从发现感恩笔记本的魔法后，小英开始每天认真记录3件开心的事。起初，她只是为了让魔法森林保持美丽，但渐渐的，她发现自己的心情也变得不一样了。有一天放学后，小英看到同学小丽穿着闪亮的直排轮鞋，在公园里自由自在地滑行，像只轻盈的小鸟。她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，心里冒出熟悉的念头：好酷哦，我也要玩。她跑向妈妈，拉着她的手说：妈妈，我可以买直排轮鞋吗？小丽都有。妈妈没有立刻答应或拒绝，而是轻声问：你还记得昨天我们做了什么吗？小英歪着头想了想，昨天，我们去公园野餐，我还吃了最爱的草莓蛋糕。对呀，妈妈笑着说，那时候你笑得好开心，还说今天是最棒的一天呢。小英愣了一下，对呀，昨天她明明觉得很幸福，怎么现在又觉得不够了呢？这时，她突然想起魔法笔记本里的记录，和妈妈一起野餐，草莓蛋糕超级好吃。爸爸陪我玩捉迷藏，我躲得太厉害，他找了10分钟。晚上，奶奶讲了她小时候的故事，好有趣哦。那些回忆像温暖的小泡泡，一个接一个浮现在她脑海里。小英看着同学的直排轮鞋，心里还是觉得很羡慕，但那种非要不可的感觉好像没那么强烈了。她抬头对妈妈说：直排轮鞋看起来真的很好玩，不过我昨天也玩得很开心，而且我现在还不会滑。如果以后想学，可以再试试看，对吗？妈妈惊喜地点点头，当然可以，等你准备好，我们再一起研究，好吗？小英笑了，她发现原来快乐不是只有得到新东西的时候才有，已经拥有的幸福也值得好好珍惜。从那天起，小英不再只是为了魔法森林而写笔记，而是真的开始练习感恩。当她看到同学有新文具时，她会想，但我有妈妈亲手做的可爱铅笔盒。当她不能去朋友家玩时，她会想，不过今天可以和爸爸一起烤饼干，也很有趣哦。她发现，当自己学会看见已经拥有的，心里那种一直想要更多的感觉，反而慢慢减少了。有一天晚上，小英写完感恩笔记后，魔法笔记本突然发出耀眼的光芒。
兔子先生跳出来，开心地说：“小鹰，恭喜你，你已经学会了感恩魔法。不是笔记本让你快乐，而是你自己找到了快乐的方法。”小鹰惊讶地问：“所以以后没有魔法森林了吗？”兔子先生眨眨眼：“森林一直都在你心里呀，只要你记得珍惜拥有的一切，快乐就会像魔法一样，永远跟着你哦。”亲爱的小朋友，你知道吗？快乐就像清晨花瓣上的露珠，轻轻一碰就会闪闪发亮呢。每天早上醒来时，你有没有发现被窝暖暖的，好舒服哦？吃早餐时，妈妈准备的热牛奶是不是香香甜甜的？放学路上和好朋友们手牵手，说说笑笑的时光，都是生活送给我们最珍贵的小礼物哦。让我们像小鹰一样，学会用感恩的心收集这些美好的小确幸，这样每天都会是充满惊喜的一天哦。希望你们也喜欢今天的故事哦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